继续来看，这几年有真侪负责人，伫生产了后会请月嫂去厝里，家斗做月内，甲照顾红儿仔。这个方式甚至是比去做月内中心更较方便。这种方式即嘛受到中国人的欢迎，因为需求有增加，甚至嘛出现月嫂的训练中心。加上薪水袂歹，即嘛是成袂少学历悬的女性来做这个工作。 胸外侧往对侧的肩上方滑去，全方位的安抚。穿粉红色制服的女学员，伫教学台两边徛几排，专心听老师教，有安怎照顾幼儿。上海这间教育中心的学员来自中国各地，因的目标是变做合格艺术。 等大大下降之后呢，那我们请这个专业人士可能要求就更高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呢，也就是对我们所挑选的这些基础的护理人员要求也在提高。对老师带动唱，依照无同年纪的囡仔有无同的请养方式。即马艺术爱晓的代志是愈来愈多，除了顾囡仔以外，也爱拖大脚切窗仔门拼厝内。真侪中国少年翁仔某无闲工作，顾毋捌顾过幼儿。 拢爱靠艺术斗相共，亲像住伫咧上海康先生就开台票40万，请一位艺术半年，要讲一个月开3万台票，请年母跟伊爸母做阵斗顾孙。父母呢逐渐的年龄大一点啊，然后孩子调皮啊，跑得快，有的时候跟不上啊，甚至来讲，我们房子呢是这个多层的。 来回上下楼啊，收拾卫生都很不方便，所以这是我们选择到后期照顾孩子请保姆的原因。因为艺术需求愈来愈多，态度也袂歹，吸引真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要做艺术。不过艺术兴起的时阵，也反映出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现象。中国伫咧全世界饲囡仔成本是排伫咧前大班，好遐的人开大钱请囡仔。 因若一般的家庭厝内4大人，若愿意斗相共顾囡仔，就已经是上大的福气。公司新闻牛燕编译。